造假的。哦，那我拿脚的给你看啊。我没有洗厝干、上市场、卖菜馆样上工帮，老做下做料理，好饭样板味都长。今晡日啊，新人客来做厝，我去请米来做好食嘅料理。今天怎么在这里？这里是一鸣庙的外婆家。哎，珍珍过来啦！她是我表妹，她是珍珍。我就跟她讲说，我们是出来玩的，然后煮菜的。哦，这个是外婆家自己种的南瓜，那我们想要拿来煮，可以吗？那外婆有说要给你们吗？哎，阿姨说自己拿没关系，就自己种的啦，很畸形。对啊，自己。来福不要这样。今晡日天做洗厝干，去上跳来参加节目嘅蔡安琪。今晡日向下堂带啲只婆婆下嘅表妹种家境、卖菜好做料理。另外做洗厝干，咪系上拜秋来过嘅苏菲同生鸭哦。讲，一定要讲，没关系啊，就讲嘛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南瓜猪笼板。为什么叫猪笼板？猪笼，把猪关在笼子里面的板。我们就是把米啊画在田里面的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原本想说画水的，但是他说什么那个米收成的时候，那个水都已经干掉，哪有可能有水啊？然后我又没画水，然后我们就是做米粉的那种米啊，是用再来米做的。我不了解到底它的再来米到底是再见的再还是那个在一起的在。我阿姨她就一直说是在一起的在，然后网络上是再见的在，然后我爸也说是再见的在。各位观众，到底是在一起的在还是再见的在呢？我去记到今晡日爱做米有关嘅料理，伫下之前记到就爱到庙里嘅南庄来请米咯。Hello， 有华哥哥好。你们好。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？它叫做土笼，它发供奶笼的东西，古代的碾米机，你可以这样想。然后在这里的推，在这里拉，在这里推，在这里拉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推。我的手。再拉。姐，你还帮忙啦。推。你看你没有推过，它就卡在这里，然后你要到这里才可以拉。推。对，拉。1、2、3，推，拉，推，拉。好了，这样晚餐可以吃很多。很累。觉得手一定要很长才可以。人家我的手不够长。看哦，这是我们刚刚磨下来的东西。剩下来的是什么呢？米。这个就是米咯。那个哥哥，这个是怎么运作的啊？这个东西叫做土笼的牙齿，然后它是用轻钢粒，我们把它做在土笼里面之后，轻钢粒的木片一片一片会排列出这些纹路。人推着土笼转，然后这样一下一下的磨过去，当它一直推被推到外层的时候，掉出来的时候，它的壳就已经被磨掉了。弄好嚟过，也是节，弄红还捞米面向下，爱利用缝叉捞起菜枪里，就做得做来是嘞。做条路嘅港中人，后天嘅世界港中，落水田地不下精米，食嘅大碗饭都会按用来嘅哦。好，计时15分钟。爆米花看起来很危险。为什么要塞耳塞？因为等下会很大声。啊，我没有塞。有
手5，好。来，你们帮我倒数5、 4、3、2、1，好香啊！举起来，倒进来。里面摸起来温温的，不会烫。这可以拿起来吃，它是可以吃的，它在里面已经烤熟了。烤米，好吃吗？喝起来又是有点像玉米爆的爆米花，但是有一种米的味道，好像就这样，因为它的味道很淡，有米的香味，很香哦，我要吃。离锅子远一点哦。这东西有115度，它很烫。好，开始。要搅均匀哦。嚼起来像在磨米，快点搅，快点搅，来不及。感觉在挖土我看你在挖饭吧。搅均匀吗？或许没有。阮去记到今晡日来夜帮米肠，是因为夜条米啊，都係自家摸出來嘅，咪係用法阿哥自家種嘅哦。條擺嘅人鄉下無人搭識，小朋友只愛聽到有人幫米腸，就會帶定自家屋下種嘅米，照出來往人搭。食到自家幫出來嘅米，其實當幸福呢。阮去同家人幫好嚟米香，咪愛出發到行義站去咯。咱愛做洗厝乾，蘇菲同生啊，又講記到對米有感情哦。佢記到又話想要做乜嘅料理呢？吃米的话要问我，我小时候没有吃菜，光吃米，然后这样一碗饭，这是我对米的感情。好吃就是要 Q Q 弹弹的很软。米粉1包，香菇3朵够吗？芋头2两，翡菜2两，高丽菜2两，红这是萝卜1韭菜，两。这不是肥菜。我有念翡菜，然後呢，全部加下去。蘇菲同生啊，今晡日愛做嘅係撈米粉有關嘅料理。記到來到新竹市，請有傳統歷史嘅米粉料，米粉料有當到嘅老店，都限啲嘅用傳統做法來做米粉。一下嘅夜間啊，就係對亞太嘅片傳下來嘅百年老店。在顶楼，我们的顶楼就是3楼，它是一个平台，等于是我们以前都在3楼晒米粉，國外都盖房子了，盖房子了。好，这样子慢慢把它撕开，来，我们就这样一直撕，哥為什麼要這樣撕啊？这样撕，等等我们用筷子夹米粉的时候会比較好夹，才不会晒起来的米粉是一坨一坨的，要让它較鬆較和緩。越撕的越漂亮，晒的米粉起来越漂亮。这个就没有机器了，是不是？就没有机器了，这一定要手工的。撕米粉跟晒米粉都是要靠手工，所以不管你做多大型的米粉，都是要靠手工晒米粉。所以这个步骤是比較耗時間。好，我們差不多也撕完了，把這拿起來，準備去曬米粉。來，跟我往後面走，這邊。曬米粉之前，我先撈米條一條一條先拆開來。沙丁啊，撈米粉熬出固定嘅形，撈太細，就像係薯條那麼享用。我用一天嘅高度，按米粉真曬好。來，對，要斜斜的。要給它曬太陽，我們要給它吹風。對對對，好，這樣子就可以了可。以曬醒點，讓它吹到。哥哥這要曬多久啊？曬這個不一定，要看天氣。天氣好的話，大概4個小時就可以了。天氣不好的話，就不一定了。九降風最適合曬米粉，在7、8月的時候，風大，太陽也不用太大。不過太陽太大的時候，沒有風也曬不乾。那假如你曬的時候只有太陽的時候，你的米粉曬起來不會蓬蓬誒。新做嘅米粉啊，就會按用23分嘅日頭，7分嘅風才有名嘅。唔過米粉到底係用辦做一條一條嘅用嘅喏。米粉嘅製作方法有當多種，啲先做夜間做嘅係菜粉，因為佢哋係全用菜來米做嘅哦。
为什么要加水？加水就是因为刚刚那个姐姐那边做的时候，它的果团是不是会裂开？对。裂开的时候，在我们蒸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拿捏这个米浆的湿跟干度。假如太干的话，它那边会不好做，就会裂开。啊，太黏的时候也不行。好，弟弟，我们这些卤好了，我们先拿下去蒸，小心哦。等这个蒸好了，就可以开始做米粉了。好。一大堆看起来像是馒头。这是馒头吗？看起来像长疹子的面团。没有，看起来比较像年糕。我们把它拉出来，吹电风扇，这就准备做了。这是哇，鸡的味道，年糕的味道。面包。啊，电风扇给它吹。现在看起来感觉就是有湿气的那种感觉。而且是很湿、很湿、很湿。对，因为它这个只有外面熟而已，里面没熟。拿一个给你们看。你看它里面是生的，还是刚刚那个粉的样子？啊，外面这一层是熟的了，这外面这层也可以吃，要等它冷一点会比较 Q。现在还是没什么味道。现在卷棉被，跟枕头差不多，很重。颜色比较喜欢。应该是里面有什么小刀那样的吧？刀那样去切它吧？没有，它是压下去，然后那个洞，它直接从那个洞出来。就是那个动物刀。我弄，就不能压下去。哦，冇想到做米粉要按度讲啊！行家菜来米係有鹽性嘅，唔拄好就會鹽幾團。做打鋪嘅時間都會動聲音哦。抱它很重，然后反过来。好，先把它拨开来，放整齐之后拨松。有没有发现越来越松了？很重，对不对？比刚刚那个重。为什么这个要这样子把它这样甩啊？因为刚蒸完的时候是热热的，我们要把它甩开，让它分明，然后把它吹给它凉。那这样的米粉这样可以生吃吗？可以，它是熟的。来，现在是热的米粉，好吃吗？没味道啊，米粉是靠调味的，可是我们很 Q， 热热的，很 Q。对啊，好，长头发哦，热的。就按呢，電fins冷過後，就做得拿去流當西，也係直接做得賣出去10個米粉，因為洗澡嘅做得不用行較久，10個啊就係根本嘅現做現食咯。剩下記得買好的米粉轉去，準備要開始做料理咯。嘅按去記得啲市場到底係買好嘅東西冇啊？好，那我要抓起来了。那个，我想要问一下，就是做板的猪肉是要用哪一种的？做板的梅花肉最软的。我们不想要买那么多，我们想要买大概，你会看几3人份的吧3人份不用太多。3人份不用太多，大概这一块就够了。小块的就可以。好，那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去找干货。在哪里呢？哦，在这里。哦，我们还要买虾米耶。我们要做板。来这边小虾，给你看一下。这都是合格的、安全的小虾。什么呢？这经过检验，它这个没有添加任何的那个2氧化硫。什么是2氧化硫？ 2氧化硫就吃下去我们会那个会心悸啊，
就是色泽要漂亮。不仅色泽不能漂亮，刚好就好了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可以尝看看，可以吃，这熟的了，有海鲜的味道，海鲜的香味。哎，海的味道。对，有海的味道。就咸咸的。对。这是樱花虾，这是我们东港的樱花虾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因为之前新闻报道说那个樱花虾有造假的，就是也有假的。有。那要怎么分辨啊？那我拿假的给你看啊。樱花虾没有那么咸。对，它比较淡。哎，这个就是假的。这是假的。这叫白，这叫白丁。对不对？它比较白，颜色不一样，而且东西也不太一样。那我们要买哪一种？这个小虾米。我们想要小虾米3人份的。请问一下，这里有萝卜干吗？有，你要客家的还是要那个南部的？客家和南部有什么不一样？客家比较干，南部的是比较湿。客家。那做版的是用哪一个？客家比较香，可是比较贵，这一斤150，这一斤25块。很香哈，真的很香，这个真的很棒。我比较想要这个，你嘞？好，那就买一点点就够了。它一斤泡水起来的话要占5斤，这样就够了啦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问那个卖再来米粉还有糯米？有，糯米粉，做版的糯米粉。好，阿弟啊，再来米粉。2个都要。对啊，我们要买这2个。好。我去记到伫夜店的买到的下衣，客家萝卜干，大阪爱用嘅米磨的粉，买夜店啊，都会大阪爱用嘅椰子汤呢，差唔多嘛嘅都有哦。买好了丰富的食材，就准备落去煮菜咯。今天你们又准备了什么东西来呢？我们这一次要做的是南瓜猪笼版。你这么厉害，但不好做呢。你真的会做啊？没关系啦，我们做研究啦，好不好？那是呀，你这边呢？我是芋香米粉。芋香米粉，听起来就很好吃哎。那我今天就从你这边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先切红萝卜。来，不是这样太危险喽，那是很高级的动作嘞。好。好，你们慢慢切哈。那我看一下安琪这边。先切南瓜吗？对哦，先切南瓜给它蒸了哈，头的部分比较少籽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个南瓜算好吗？好啊，因为你看它很硬，对这个南瓜你在切的时候就知道这南瓜甜不甜，它的那个肉质越硬的，它就越甜。这样我们就把它放下去蒸了。那现在我们要切掉猪肉、香菇、虾米、然后萝卜干。红葱头，是红葱头。客家人很爱吃红葱头。这客家人这是最主要的香料。像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备有1罐的这个香葱油。我去记到啊，当地嘅3万准备猪笼版料嘅白香食材，生鸭野猪因为爱炒米粉，故所强用爱准备当多白香嘅材料。来看啊，平常都唔爱做菜嘅记到，菜切当用嘅呢。然后还有一个高丽菜，因为米粉比较涩，然后所以说我们加这个高丽菜，最主要增加它的水润滑度啦。那你慢慢切哦，我来烫米粉了哈。好，婆婆，这米粉一定要烫吗？也很多人用泡水的，问题是说用烫的有一个好处，它米粉比较 Q， 然后它比较不会这样断的这样子一小段一小段的，这烫起来之后。加一点油跟一点盐，增加它的 Q 度。你们慢慢拌哦，看另外一组进行到怎么样的程度了哈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边呢，切好菜脯。这么多，全部都切好了。然后我们的南瓜应该好了，看看打开看看好不好？哇，好漂亮哦！你要知道它怎么是熟的，你知道吗？看颜色。看颜色，然后最主要就是看它的软度，一看就知道它已经软了。可以试吃一下吗？你好馋哦，可以啊，来，你好节省哦，不会说想要吃肉哈。好吃。其实啊，猪笼版年蛋是用米做嘅版，无地度嘅料。后来啊，再改良啲底外，不用其他嘅料。故所猪笼版最基本还要用米去做，按去记到同阿婆嘅花。捞糯米粉同菜来米粉，照量来泡，同饭瓜聊聊啊咧。
呀哈，现在过来看生啊亚族又做到用的呢。那现在我们所有的料都切好了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炒，好不好？好。增加它的香气，不小心就淋了啊，所以说要小心一点。好。是啊。臭。我已经臭妹妹，有小。老凤葱头、香菇同下盐，一铺一铺别个香。生啊记着撒下来啊，留猪肉赶紧去炒炒啊嘞。沙丁啊，搁冰到去抢出嘅青色来打配色，青米搁冰到嘅米酒。留色出嘅香味逼出来，安样啊，要做啲顺沙出体抢出嘅神味咯。呀哈，留逼香嘅工都做到差唔多咯，係做啲老米粉搁冰落去，搁加掉嘅香葱头、豆油搅搅啊嘞。拿下来拌，你就这样子拌，把它拌匀。我们还要再加一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胡椒粉可以加分，然后拌一拌。好，就必须有。然后现在我们还要加我们的芋头。然后现在我们炒这个内馅。这爆香不能太大。你就把它往前往后就好了，不要烫到。埋上。内馅用什么都可以吗？包菜刀，因为你要把它包起来，你不能太水，而且我们很注重客家人做的东西啊，很注重香气，加猪肉下去一起炒。哇，好香哦！伫阿婆嘅天数下，呀哈，洗洗厨干，乡下留爆猪笼板，要用嘅料都炒好咧。先捞料冰到温度，沙丁啊，接下来听阿婆好，用来腌猪笼。中间把它做一个凹，这样子慢慢的一直转，转。剩下你的不要再转了，等一下皮带薄。压破掉。好，哎呦，怎么做出来不一样啊？我的是杯状，你们的怎么是扁扁的？我的也是杯状，只是那种平平的杯子。来，可以。然后呢，来包馅了。婆婆做的最好。那不一样啦，婆婆几十年。对嘛？好。嗨嘛。对，这样子做哦，边压边把它转。我的好臭哦！我看，然后这边把它这样捏，两只手指这样子捏。好像这样子好像比较漂亮。就是一个猪笼的形状。这个是我，这个。好，把它放蒸笼。记住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好，等一下我会帮你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来吃炒米粉，先吃吃看。好不好吃？有没有香？人间美味，香。人间美味，真会讲啊！因为是我做的，是你自己做的，原来是把自己脸上贴金。上到脸上好，不要吃吧，那个要吃，那个要吃。我最讨厌录影，就是我妈妈一直在拍。你会不会太早熟了？讲出这句话。超坏的。我妈一直在拍照，我跟你讲，她一个暑假可以拍2000多张。哇塞！